你以為星期六日拖住個細路，孭住個背囊上深圳，係因為香港消費貴錯晒？你望下中環，再望下尖沙咀，10間鋪有3間係吉嘅，仲有2間掛住結束營業大減價嘅血紅大字，剩低嗰5間有3間係手機配件、夾公仔，得返2間死死地氣賣緊貴租。2026年上半年，香港零售業銷貨額跌幅創咗3年新高，核心商業區空置率爬到15%。銅鑼灣羅素街曾經貴絕全球，而家吉鋪率突破20%，業主減租3-4成都冇人敢接。戴德梁行報告話，單係第二季，銅鑼灣商鋪空置率就高達18%，尖沙咀15%，中環14%。呢啲唔係數字遊戲，係你落街買個麵包搭轉地鐵都見到嘅現實。但問題唔係出喺啲鋪頭度，唔係業主無良加租，唔係商家食水深。更加唔係香港人忽然間變晒精明，消費者識得北上格價。你體感上覺得深圳啲嘢好平，幾十蚊人仔一大盤酸菜魚，仲包甜品嘢飲，香港邊度揾？呢個比較心態好自然，但你冇問一個最關鍵嘅問題，究竟係深圳變平咗，定係你手上嘅港紙變廢咗？我今日就要同你拆開呢個金融黑箱。你手上每一張港紙，你銀行戶口入面嗰啲數字，正喺度靜靜雞幫地球上最大嘅窮人還緊債，嗰個窮人叫美國政府。你冇聽錯，你一個辛勤工作嘅香港中產，每個月出糧供樓埋貴息，但你嘅購買力正透過一個你未必察覺嘅機制，流向去填補一個40萬億美元嘅黑洞。美國聯邦債務截至今日2026年8月6日，已經去到39.8萬億美元，距離40萬億只係一線之差。呢個數大到你根本冇概念，40萬億張1美元鈔票疊起上嚟，厚度可以穿過大氣層，來回地球同月球超過2次，而每1秒鐘呢個數就再多13萬美元。問題唔在於債務有幾大，問題在於利息。美國聯邦政府而家每年要俾嘅利息支出已經去到12000億美元，食咗聯邦收入差唔多1/4。你話一間公司如果每賺100蚊，就要俾25蚊利息，佢仲有幾多錢去發展、去投資、去請人？唔好話發展，連日常營運都掹掹緊。一個普通家庭如果30%收入要嚟還息，你已經話呢個家庭好快爆煲。但係美國政府唔係普通家庭，佢有特權，佢控制緊全球最重要嘅儲備貨幣美元。全球超過60%嘅央行外匯儲備係以美元形式持有，全球貿易結算有接近90%涉及美元。呢個就係佢嘅特權，亦係佢嘅武器。所以關鍵問題嚟啦，面對40萬億債務黑洞，美國政府有咩選擇違約？冇可能，直接賴賬會引發全球金融核爆，美元霸權一夜瓦解，加稅還錢，政治上等於自殺，而且就算加盡都遠遠唔夠填氹。緊縮開支，軍工複合體每年吞噬超過8000億美元，社會保障同醫療保險加埋超過2萬億美元。呢啲全部係政治禁區，碰親都死。咁剩翻一條路，就係人類歷史上所有背負巨額債務嘅帝國，最後都會行嘅嗰條路，透過通貨膨脹去稀釋債務，即係話佢要令到你手上嘅錢慢慢縮水，令到將來還翻俾債主嗰陣，每1蚊嘅實際價值已經大幅下降。呢個唔係陰謀論，呢個係公開嘅陽謀。美聯儲嘅長期通脹目標係2%，你以為係乜嘢？呢個2%就係官方認可嘅每年合法從你儲蓄度扣走嘅隱形稅。計一計數，2%通脹率意味住你嘅購買力每35年左右就會減半。但現實上，如果你計埋資產價格同日常生活必須開支，實際體感通脹遠遠唔止2%。你由1990年到今日，一碟叉燒飯由10幾蚊變成60-70蚊，一層太古城樓由100萬變成1000萬。呢個差距遠大過統計處公布嘅數字，呢個2%係一塊遮醜布，一個令你覺得問題唔嚴重嘅心理麻醉劑。而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嘅處境比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更加被動同脆弱。點解？因為聯繫匯率，港紙掛鈎美元1對7.8，呢個制度喺過去幾十年帶俾香港穩定，但今時今日佢變成咗一條輸血渠。將美元體系嘅通脹直接泵入你嘅血管入面，美金為咗稀釋自己債務而要貶值，港紙焗住跟住一齊貶。你手上嘅100萬港幣存款
喺銀行戶口顯示嘅數字一毫子都冇少到，但佢嘅實際購買力，即係可以換到幾多碗叉燒飯、幾多魚柳、幾多個月嘅管理費，正喺度陰啲咁俾人偷走。呢個過程靜到你聽唔到任何聲響，慢到你每日望住個價錢牌，只係覺得好似貴咗少少。但將時間拉長到3年5年，你就會赫然發覺，同樣嘅人工，點解月尾嗰幾日會咁手緊？點解以前供完樓仲可以每年去2轉旅行，而家連去轉台北都要諗過度過？你嘅人工由2021年到2026年加幅有冇超過15%？絕大多數中產嘅答案係冇。根據統計處數據，香港就業人士名義平均薪金指數5年累計升幅僅約12%，但同期你嘅實際生活成本，電費累計加咗超過2成，巴士、地鐵、的士年年加價，食餐普通晚飯人均由百幾蚊變成200-300蚊，國際學校學費加幅以雙位數計，體感加幅遠遠超過20%，中間呢個差距就係你被收割嘅實證。2026年算不年，港幣對人民幣嘅實際購買力評價計算，已經比5年前累計下滑超過20%。呢個唔係數字，係你每一次過關返深圳食飯時，嗰種點解大陸都唔算平啦，但都仲係平過香港嘅矛盾感覺。呢個感覺正正係購買力萎縮嘅完美折射。以前港紙強勢嗰陣，100港紙對120幾蚊人仔，你返大陸消費係毫不猶豫，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小富豪。但而家呢個平嘅感覺多咗一層苦澀味。你開始格價，開始計較匯率，開始喺食完飯之後計下條數，究竟慳咗幾多？深圳物價其實都有通脹，人工都有上漲。一碟酸菜魚由幾年前40-50蚊人仔加到而家70-80蚊，佢哋消費水平絕對值唔係真係咁低。但相對你手中急速貶值嘅港紙嚟講，佢哋嘅價格優勢好似愈來愈大。唔係深圳變咗購物天堂，而係香港嘅貨幣價值正喺度經歷一個靜默嘅崩塌。你望下你屋企樓下嗰間開咗10幾年嘅茶餐廳，上個月執咗笠，業主貼住黃鋪招租，到而家都冇人問津。對面街嗰間藥房，以前自由行年代逼滿人買奶粉、買藥油，而家入面啲貨架吉咗一半，個老細成日坐喺收款機後面打喊路。核心商區空置率升到15%，係咩概念？即係你行10間鋪，就有1間半係吉嘅，玻璃窗封住發黃嘅舊報紙，地下開始有灰塵積聚。而同期香港人喺深圳嘅消費總額，單上半年估計就超過550億港元。呢筆錢如果留喺香港，可以養活幾多間茶餐廳、幾多間零售店、幾多個的士司機。週末嘅深圳萬象天地，歡樂海岸。廣東話此起彼落，排隊攞位食飯嘅人龍裏面，超過一半係香港人。呢個唔係健康嘅區域分工，呢個係一種經濟病態嘅體現。以前係香港人賺大陸客嘅錢，而家調翻轉，係香港人捧住貶值中嘅港紙去接濟深圳嘅內需市場，仲要多謝佢哋俾咗個平嘅感覺你。諷刺至極，呢啲唔係經濟週期嘅正常調整，呢啲係結構性嘅內傷。點解啲鋪頭做唔住？因為租金雖然有調整，但依然高企，人工冇得減得太緊要。入貨成本因為港紙跟住美金貶值而上升，日本嚟嘅食材貴咗30%，歐洲嚟嘅紅酒貴咗2成半。但最攞命嘅係消費仔，即係你同我個個都勒緊褲頭，你唔敢亂使錢，因為你覺得樣樣嘢都貴，而你份糧嘅購買力愈來愈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商鋪冇生意執笠，就業職位減少。打工仔更加冇安全感，更加唔敢消費，然後更多商鋪倒閉。呢個循環嘅起點就係你手上張港紙嘅價值正被40萬億美債呢個巨大漩渦扯咗入去。但呢件事最恐怖嘅地方唔係在於佢發生緊，而在於好多人根本唔知道佢發生緊，或者就算知道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銀行家同財經演員喺電視上面同你講，唔使驚喎。香港根基穩固，外匯儲備有42000億港元，聯繫匯率行之有效40年，唔會有問題嘅。佢哋叫你乜都唔使做，繼續打工，繼續供樓，有錢就擺喺銀行做定期，收嗰5厘息，穩穩陣陣。呢個建議對於佢哋嚟講係穩陣，對於你嚟講係慢性自殺。你知唔知銀行嘅外匯儲備唔係用嚟保護你嘅購買力，
而係用嚟維持聯繫匯率制度嘅，即係話佢嘅存在目的係確保你可以繼續用7.8嘅匯率兌換美金，但你兌換咗美金之後，嗰張美金嘅購買力都喺度跌緊，你只係由一個貶值嘅詞跳去另一個貶值緊嘅詞，本質上冇分別。點解？因為銀行點解要俾5厘息咁高嚟吸引你做定期存款？唔通佢哋大發慈悲，想同你分享利潤？你試下用逆向思維諗一諗，銀行係一盤生意，霍豐中銀渣打，全部係上市公司，佢哋嘅目的係為股東賺錢，係確保自己嘅資產負債表安全。當佢哋願意支付5厘咁高嘅利息俾存戶嘅時候，只有兩個可能。一係佢哋有絕對把握，可以將你呢筆錢以更夠嗰回報率借出去或者投資出去，賺取息差；二係佢哋極度需要鎖住你筆錢嘅流動性，防止你去將資金轉移去其他地方。就算要俾5厘咁高嘅成本，都好過俾你拎走啲錢，引發更大嘅危機。喺2026年今日呢個宏觀環境底下，你認為邊個可能性大啲？你望下各大銀行喺2026年上半年做緊咩？佢哋喺度收緊按揭審批，估值估到極度保守。明明你層樓市價800萬，佢只肯估600萬，按揭成數由7成降到6成，甚至5成半。佢哋喺度減少對企業嘅中長期貸款，特別係零售業同餐飲業，幾乎係閂晒水喉。就算肯借，利息加咗2-3厘，條款苛刻到不得了。佢哋自己嘅投資部門正喺度逐步減持流動性差嘅資產，例如長期債券、升入地產相關嘅投資產品，增加現金比例，或者調配去更加安全、更加有避險功能嘅資產類別，例如短期國債、黃金、新加坡元呢類避險貨幣。簡單講，銀行自己喺度去槓桿，喺度縮減風險敞口，喺度準備過冬，佢哋自己撤退緊。然後轉個頭開晒大喇叭賣晒廣告，打電話俾你同你講，快啲嚟做定期啦，5厘息㗎，好筍㗎，擺1年就穩袋5萬蚊啦。你話呢個係乜嘢行為？呢個就係典型嘅割韭菜前置作業。佢哋需要你呢啲散戶嘅資金留喺銀行體系入面，唔好走，唔好搞亂佢哋嘅部署。因為如果大量存戶突然間一齊提取現金去兌換成外幣、黃金或者其他硬通貨，銀行體系會出現流動性壓力，匯率可能會受到衝擊，港紙指對美金可能會觸及7.85嘅弱方兌換保證。事實上，2026年上半年，金管局已經多次入市承接港元沽盤，累計沽出超過數百億美元。你呢筆血汗錢對你嚟講係保命財，對銀行嚟講就係用嚟穩定佢哋自己盤數嘅鎖倉工具。你以為自己穩穩陣陣收緊5厘息？實際上，你嘅購買力每年正以可能遠超5厘嘅速度被通脹侵蝕。2026年上半年，香港中產階級體感嘅生活成本升幅，保守估計都喺6%至8%之間。你收5厘息，扣返通脹，實質係每年負回報2%至3%。你鎖住嘅唔係利潤，你鎖住嘅係你逃離呢個貶值陷阱嘅最後機會。1年之後，你拎返本金同利息。嗰個數字係大咗少少，105萬，但你會發覺嗰層樓你更加買唔起。你想換嘅嗰隻外幣、新加坡元、澳元，甚至係人民幣都升咗值。你賺咗名義上嘅利息，但係實際上你嘅財富排名、你嘅生活質素喺呢1年之內已經無聲無息咁往下流咗一大級。呢個就係貨幣幻覺嘅殺傷力。你望住個數字大咗，但係實際上你喺社會財富金字塔嘅位置不知不覺向下滑，呢個就係2026年最精密、最唔見光嘅財富大洗牌。佢唔係靠乜嘢金融風暴一次性收割你，而係透過一個長期緩慢但係不可逆轉嘅貨幣貶值過程，將財富從勤奮儲蓄嘅中產階級轉移到擁有實物資產、外匯資產或者可以自主印鈔嘅債務人手上。美國政府係最大嘅債務人。佢透過印鈔機同埋全球美元循環體系，將債務壓力轉嫁俾全世界嘅美元持有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嘅數據，全球以美元計價嘅債務總額已經超過60萬億美元。呢個龐大嘅債務金字塔底部就係全世界每一個揸住美元或者掛鈎美元資產嘅人。而香港因為聯繫匯率呢個機制，成為咗呢個轉嫁鏈條上其中一個被綁得最實、最冇還手之力嘅節點。
你以為你只係一個普通市民，返工放工，閒時上深圳食餐飯，點解會捲入一場全球金融博弈？因為你銀包入面嗰張紅色嘅紙，佢嘅命運唔係由香港金管局決定，甚至唔係由市場供需決定，而係由美聯儲議息會議嗰班人同埋華盛頓國會山莊嗰啲不斷推高債務上限嘅政客決定。佢哋每一句講話，每一個政策決定，都直接影響緊你聽日碗叉燒飯嘅價錢。你每一次用港紙消費，特別係購買進口商品、能源，甚至係去旅行，你都在切實咁體會到法幣信用崩潰嘅前期徵兆。咩叫法幣？法幣就係由政府信用背書、冇實物，例如黃金支持嘅貨幣。自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遜關閉黃金窗口，取消美元同黃金嘅直接兌換之後，全世界就進入咗一個純粹嘅法幣時代。呢個體系嘅本質係容許政府無限制咁擴大債務，然後透過貨幣政策去管理呢個債務對經濟嘅衝擊。好處係調控彈性大，但代價就係長期而言，所有法幣最終都會傾向貶值。你望翻歷史，古羅馬嘅銀幣被縮減成色，德國馬克喺1923年超級通脹中變成廢紙，法國法郎貶值超過90%，英鎊由19世紀霸主到今日購買力唔夠當年5%。佢哋嘅購買力喺幾十年上百年嘅跨度上，全部係一條向下嘅斜線。美元自1971年以來，相對於黃金嘅購買力已經跌咗超過8%。1971年35美元兌1盎司黃金，今日要2000幾美元。港紙掛鈎美元，你嘅財富就係坐喺呢條向下嘅輸送帶上面。你可能會話，咁通脹一向都有㗎啦，分別在於速度同埋結構。以前嘅通脹可能係因為經濟增長強勁、需求旺盛，帶動你嘅人工增長勉強可以追得上，甚至超越通脹，生活質素向上。上世紀80、90年代嘅香港，通脹高但經濟增長更高，人工年年加1成。但而家呢一波，你人工有冇加？香港經濟增長動力喺邊度？2026年上邊年，香港 GDP 增長率預測只有2.點幾，扣除通脹之後，幾乎係零增長。你望下周圍，各行各業，除咗少數高科技或特殊金融職位，大部分打工仔人工停滯，甚至面對減薪裁員壓力。與此同時，你面對嘅係剛性必需品嘅價格上漲，食飯貴咗，交通費貴咗，電費貴咗，管理費貴咗。你嘅名義收入停滯，但實質開支上升，中間呢個差距就係你被收割嘅部分。呢個差距點解會出現？因為嗰啲可以自主定價，或者可以將成本轉嫁出去嘅巨頭企業，領展、港鐵、兩電、大型地產商，佢哋有辦法保護自己嘅利潤，而佢哋嘅股票或者資產往往比有錢人持有，有錢人嘅資產價格跟住通脹水漲船高，窮人同中產就喺日常生活中直接被通脹碾壓。呢種唔係貧富差距，呢種係制度性嘅財富轉移，而貨幣貶值就係呢個轉移嘅核心引擎。深圳成為咗香港人嘅飯堂，呢個現象好多人只係睇到表面，覺得係消費模式改變，但你用宏觀金融角度睇，呢個係一場購買力嘅被動外洩。港紙喺香港境內嘅購買力加速萎縮，逼住你跨越邊界去尋找仲可以負擔嘅消費選擇，變相將本地嘅消費力、就業機會、稅收，甚至係經濟活力拱手送咗出去。深圳商場嘅繁榮，有一部分正正係建基於香港貨幣價值嘅流失，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區域分工，呢個係貨幣病態嘅終端體現。所以你以為經濟差係因為疫情遺留、政局不穩或者遊客未翻晒嚟，呢啲當然有影響，但佢哋只係加速器，唔係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係全球貨幣體系正處於一次史無前例嘅壓力測試，而香港因為特殊嘅貨幣制度同經濟結構，成為咗其中一個最脆弱嘅壓力點。40萬億美債係懸喺全球金融市場頭上嘅一把鍘刀，佢一日唔透過大規模通脹或者貨幣重構嚟解決，呢把刀就一日比一日跌得越來越低。你冇得同佢鬥，因為你唔係制定規則嗰個人，但係你有權選擇唔好企喺把刀嘅正下方。但呢個時候有一種論調開始越來越大聲，就係叫你現金為王，叫你揸住現金等跌市，叫你做定期收息，乜都唔好做。甚至有一啲所謂專家散播講法，而家係防守期，最緊要保本，坐定定等運到。
保本？保咩本？你個本金嘅購買力每分每秒都喺度蒸發緊，你點樣保？呢啲專家唔係蠢，佢哋係壞，佢哋背後代表嘅利益集團，正正係最想你將啲錢乖乖地留喺銀行體系入面，唔好同佢哋爭奪嗰啲真正具有保值功能嘅稀缺資產。你試下諗下，如果你有1000萬現金，你會唔會喺一個高通脹、貨幣貶值、預期強烈嘅環境之下，將全副身家鎖死喺一個名義回報率得5厘，但實際購買力可能一年跌咗7-8%嘅工具入面？你唔會，因為你知道咁樣做係蠢。咁點解銀行要咁落力推銷？因為佢哋要確保自己嘅資產負債表有足夠嘅穩定資金來源，去應對即將來臨嘅更大衝擊。你呢筆錢就係佢哋嘅安全墊，而唔係你嘅保命符。你望翻歷史，每一次大型貨幣貶值週期，銀行都會用類似手法。1940年代末嘅中國，惡性通脹期間，銀行用高息吸納存款，轉頭就將資金換成黃金外匯。1970年代嘅美國，高通脹時期，銀行都用過類似嘅存款鎖倉策略，然後自己走去買房地產同商品對沖。佢哋用一個睇落好吸引嘅息口，吸引大量散戶資金入嚟做長期存款，然後用呢啲錢配合自己嘅專業團隊同信息優勢去進行真正嘅資產配置轉移。等到通脹完全失控或者匯率大幅調整嗰陣，你呢筆鎖死咗嘅錢解凍出嚟，會發覺嗰個世界已經唔同晒。你手上嘅購買力已經被打咗個大折扣，而銀行呢，佢哋早一步將資金換成咗外匯黃金，或者鎖定咗喺高流動性嘅避險資產上面。到最後邊個喺度裸泳，一清二楚。呢個唔係陰謀，呢個係金融市場上專業機構對散戶嘅信息同工具不對稱優勢，係一場完全唔公平但你必須參與嘅遊戲。你可以揀唔玩，但係唔玩嘅代價就係眼白白望住自己辛苦累積嘅血汗錢喺呢場大轉移入面陰啲陰啲咁轉咗去人哋嘅口袋。我今日唔係要製造恐慌，我係要揭示一個結構性嘅現實。你嘅體感由中環嘅吉鋪到深圳餐廳嘅熱鬧，再到你每個月找完信用卡數之後嘅空虛感，全部都係呢個宏大敘事嘅碎片。將呢啲碎片拼湊起嚟，你就會見到一個清晰但令人不安嘅圖像。我哋正處於一個全球債務貨幣體系重塑嘅關鍵轉折點，而香港呢個曾被譽為東方之珠嘅地方，正面臨住一次購買力同資產價值嘅雙重考驗。你可以繼續選擇相信嗰啲叫你乜都唔使做嘅聲音，將頭埋喺沙堆入面，等到暴風雨過後先抬起頭。但你必須有心理準備，到時你可能發現自己企喺一個完全唔同咗樣嘅沙灘上，而你身上嘅衫褲已經俾海浪沖走晒。所以問題已經唔係應唔應該做啲嘢，而係你應該做啲乜嘢。你冇可能阻止美國政府繼續發債，冇可能說服美聯儲停止通脹政策，更加冇可能叫停呢場全球性嘅貨幣貶值競賽。但係作為一個唔甘心自己嘅血汗錢就咁樣被無聲侵蝕嘅香港人，你絕對有方法可以喺呢場亂局入面保護自己，甚至捕捉到資產大轉移嘅機會。關鍵在於你要認清楚乜嘢係真正嘅保命財，乜嘢係銀行體系想鎖住你流動性嘅甜蜜陷阱，同埋喺2026年下半年呢個關鍵時間窗口，你應該點樣部署你嘅資產。首先，你要扭轉根深蒂固嘅磚頭信仰。香港人有種近乎宗教式嘅迷信，覺得買樓一定冇死錯人，物業係對抗通脹嘅最佳工具。呢個諗法喺過去30-40年確係啱嘅，但係所有投資都講緊時機同宏觀條件。今時今日，你面對嘅係一場由債務引發嘅全球性流動性收縮。當美聯儲為咗壓制通脹而維持高利率，聯邦基金利率企喺5厘以上，全球資金成本持續高企，高息環境下，所有依賴借貸去支撐嘅資產價格都要面臨重估壓力，而物業就係當中最具代表性嘅一項。物業最大嘅弱點唔係佢會跌價咁簡單。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本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較2021年歷史高位已累計回落超過23%，而係佢嘅流動性極差。流動性就係你將一樣資產快速轉換成現金而唔會大幅折讓嘅能力。你話你層樓值1000萬好，
你試下而家放盤，睇下要幾耐先賣得出？3個月、半年？根據地產代理嘅數據，2026年鼠先年，香港住宅物業嘅平均成交週期已經超過4個月，部分豪宅放咗2年都冇人問津，就算俾你揾到買家，你預咗俾人鋤價鋤到體無完膚，估值公司又估得保守，銀行按揭又收緊咗，買家分分鐘借唔足錢上唔到，會成個交易隨時胎死腹中。喺一個貨幣快速貶值、危機隨時降臨嘅時期，流動性差嘅資產就係最危險嘅資產。你可能會錯過最佳嘅逃生時機，或者錯過低位吸納優質資產嘅黃金窗口。銀行點解自己喺度去槓桿收緊按揭？就係因為佢哋都知物業作為抵押品嘅價值喺一個下行周期入面係唔可靠嘅。咁你可能會問，即係黃金啦？黃金係一個選項，但絕對唔係唯一。而且你必須明白佢喺你資產組合入面扮演嘅角色。黃金冇利息，佢嘅價值取決於全球市場對法幣體系嘅信心指數。當各國政府嘅債務失控，貨幣貶值預期升溫，黃金就會發揮佢幾千年嚟嘅終極貨幣功能。2026年金價每盎司大約喺2200至2500美元之間徘徊，處於歷史相對高位，但對比起全球債務規模同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佢並唔算瘋狂。全球債務總額超過300萬億美元，各國央行過去10年印嘅鈔票加埋超過40萬億美元，而全球開採出嚟嘅黃金總量只係20萬噸左右，市值大約10幾萬億美元。黃金係一個保險，而唔係一個投資。喺你嘅資產組合入面，撥出大約10%到20%，視乎你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年齡，配置落實體黃金或者流動性高嘅黃金 ETF。呢個動作嘅目的唔係要令你發達，而係要確保萬一法幣體系出現重大信心危機，或者發生黑天鵝事件，你嘅財富唔會一夜間化為烏有。佢係你成個財富防禦體系嘅最後一道防火牆。但單靠黃金係唔夠嘅，真正嘅識貨避險係一個立體嘅多層次嘅策略，涵蓋資產配置、債務管理同埋現金流規劃。首先講資產配置，你必須要打破地域同心態嘅局限。香港只係全球地圖上面嘅一個點，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尤其係一個貨幣掛鈎，美元正喺度被動輸入通脹嘅籃係極度不智嘅。透過合法合規嘅渠道，將一部分資金配置到貨幣政策同經濟週期同香港唔同嘅地區，例如新加坡、澳洲，甚至係一啲追蹤環球多元化資產嘅低收費指數基金，都可以有效分散你嘅香港單一風險。關鍵係你揀嘅資產，佢嘅現金流或者價值，最好係同你日常生活開支嘅貨幣有唔同嘅關聯性。即係話，如果港紙貶值，你配置咗嘅外幣資產或者海外收息工具換算翻港紙就會自動升值，形成一個天然嘅對沖。記住，喺高通脹時期，現金為王係毒藥，多元為王先係解藥。其次，債務優化呢個係更加貼身、更加實時嘅救命招。如果你身上孭住按揭私人貸款卡數，你而家就要即刻檢視。喺銀行收遮之前，你必須先一步做好防禦。第一，如果你有浮息按揭，認真計下數，你頂唔頂到利息再升多1厘甚至2厘？以一個500萬按揭為例，加息1厘，每個月供款就多成3000幾蚊，一年就多4萬蚊。如果你覺得掹掹緊，趁仲有時間考慮轉按去一個定息計劃，鎖死你未來幾年嘅利息支出，換取確定性同可預算嘅現金流。第二，高息債務。例如私人貸款同信用卡欠款，必須以最優先級清晒佢。呢啲債務嘅利息隨時10幾20厘，信用卡年息可以去到30幾厘，係快速蠶食你財富嘅吸血鬼。還清佢哋嘅回報率，等於你即刻賺咗10幾20厘嘅保證回報。世上冇任何投資可以同呢個相比。第三，降低槓桿比率。如果你有能力喺唔影響日常應急現金嘅前提下，提早還部分按揭本金，減少你嘅總負債水平。喺資產價格可能下行嘅週期，負債愈低，你嘅財政韌性就愈強，你嘅心理壓力就愈細，你就愈能夠冷靜咁去判斷形勢，唔會因為供款壓力而被迫喺最差嘅時機賤賣資產。記住，冇負債嘅資產先係真正屬於你嘅，孭住債嘅資產喺跌市時係一個隨時會爆炸嘅計時炸彈。
最後，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點，現金流。2026年核心思維唔係要贏，係要唔好輸，保住你嘅工作，保住你嘅賺錢能力，保住你嘅正現金流。呢個時候唔係衝出去創業搏一鋪嘅好時機，除非你有極強嘅獨特優勢同市場需求，穩定嘅工作收入就係你嘅最佳防守武器。與此同時，你要積極建立被動收入來源，哪怕只係好細嘅數目。呢啲被動收入可能係穩健嘅收息股，要小心選擇，避開高負債、業務受經濟週期影響大嘅公司，轉移去揀一啲業務穩定、現金流強勁、派息記錄良好嘅公用股或者國際消費品牌，可能係知識產權嘅版稅，可能係一個小型但現金流健康嘅副業。重點係你要令到你嘅收入來源多元化，減少對單一老闆、單一行業嘅依賴。當經濟逆風吹襲、裁員潮出現，你如果有幾個唔同嘅現金流小水喉，你嘅生存機會就比別人高出幾何級數。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我呢個識貨人嘅清單一啲都唔刺激，冇乜十倍股，冇乜內幕貼士。冇錯，因為真正嘅財富保值本身就係一啲悶到抽筋嘅紀律性操作，佢需要你克服貪婪同恐懼，需要你用逆向思維去睇穿市場嘅噪音，需要你喺別人狂熱嗰陣保持清醒，喺別人恐慌之前已經着好救生衣。銀行五厘息係噪音，深圳消費平係現象，中環吉鋪係病徵。你真正要對抗嘅係呢個全球法幣體系為咗自救而將代價轉嫁俾老實儲蓄者嘅巨大洪流。你唔可以同個體系鬥力，但你可以透過認知同埋策略，游走喺佢嘅罅隙之間，揾到保護自己家人同血汗錢嘅方法。你可能會話，我幾十歲人，供緊樓，仔女讀緊書，邊有咁多時間同精力去搞咁多嘢？呢個正正係最危險嘅想法，就係因為你有家庭責任，有樓要供，有仔女要養，你先更加需要去理解呢啲宏觀大勢。你唔理財唔會理你，更加嚴峻嘅係財會離棄你。你每日返工放工，辛勤工作，如果因為缺乏對貨幣本質嘅認知，而令到你十幾20年嘅積蓄喺短短幾年之內被通脹同貨幣貶值蠶食大半，你對唔對得住你自己？對唔得住你嘅家人？認知就係呢個時代最稀缺，亦都係最值錢嘅資源。信息爆炸，但智慧稀缺。你打開手機，每日有無數嘅信息湧入你個腦，但當中有幾多係幫緊你？有幾多係引導你去一個有利於某啲利益集團嘅結論？識貨嘅人唔係去接收更刀牽繫，而係去建立一個篩選同分析信息嘅框架，一個基於歷史規律、經濟邏輯同埋逆向思維嘅框架。我舉個例，你成日聽人講複利效應，話長線投資、長期持有，利用複利滾存財富。呢個概念本身冇錯，但佢有一個致命嘅假設前提，就係你持有嘅嗰個貨幣單位，佢嘅購買力係相對穩定嘅。如果你喺一個貨幣長期趨勢性貶值嘅環境下，去長線持有一堆以該貨幣計價，但實質回報率低於通脹率嘅資產，你嘅複利只係複製緊你嘅購買力損失。你嘅本金愈大，鎖死嘅時間愈長，你最終損失嘅實質財富就愈多。2026年嘅時代特徵係乜嘢？就係全球債務去到一個不可持續嘅頂峰，各國政府、企業、家庭嘅槓桿比率都處於歷史高位，而人口老化、生產力增長放緩呢啲結構性問題，令到償還債務嘅能力愈來愈弱。最終嘅解決方案，歷史話俾我哋聽，離唔開貨幣重構，即係透過通脹貶值嚟將舊有嘅債務一筆勾銷或者大幅稀釋。你而家見到嘅高利息，只係呢個重構過程嘅前期階段。中央銀行要透過高息去壓制住因為貨幣泛濫而引發嘅嚴重通脹預期，但代價就係令到經濟衰退、企業倒閉、資產價格下跌。呢個係一個兩難困局嚟。我同埋千千萬萬個普通市民就被綁喺呢條鋼在線面，陪佢哋一齊搖晃。你控制唔到佢哋嘅政策，但你控制到你點樣解讀呢啲政策對你嘅影響。當你明白咗銀行5厘定存背後嘅流動性鎖倉邏輯，你就唔會再被嗰5萬蚊利息蒙蔽雙眼。當你明白咗深圳消費平嘅背後係港紙購買力被動流失，你就唔會再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揾到着數，而係會心生警惕，去檢視自己嘅整體財富配置
係咪過度集中喺港紙資產？當你明白咗中環吉鋪唔單止係生意難做，而係整個貨幣循環嘅下游病徵，你就會更加堅定咁去執行你嘅防禦計劃。呢個就係認知差，佢決定咗你係成為財富大轉移入面嘅輸家，定係一個能夠喺風浪中保住自己，甚至伺機而動嘅識貨之人。呢個認知差唔係天才先會有，而係任何一個願意用腦去思考，敢於質疑主流趣事嘅人都可以逐步建立。香港人從來都唔蠢，我哋嘅靈活，我哋嘅應變能力，我哋對數字同利益嘅敏感度喺全世界都係出咗名嘅。但過去呢10年，社會經歷咗太多動盪同內耗，好多人都攰啦，寧願合埋隻眼，寧願相信一切會慢慢好返，寧願相信銀行同政府會為我哋嘅財富着想。我完全明白呢種心態，因為面對一個咁宏大、咁無力對抗嘅全球金融機器，最容易嘅反應就係麻木同逃避。但係識貨嘅人就係喺其他人麻木嗰陣保持清醒，喺其他人逃避嗰陣開始計數。你嘅血汗錢唔單止係一堆數字，佢代表咗你犧牲咗同家人相處嘅時間，犧牲咗你嘅健康，犧牲咗你嘅青春去換黑翻嚟嘅購買力憑證。你點可以眼白白望住呢啲憑證，俾一個不負責任嘅債務體系透過通脹同貨幣掛鈎，陰啲咁偷走？你試下今晚返到屋企，打開你個網上銀行，望住你個存款數字，你再打開地產代理嘅網站，查下你層樓嘅最新股價，然後你落樓行一轉，數下有幾多間你以前成日幫襯嘅鋪頭，而家已經變咗吉鋪或者被連鎖集團取代。係咪多咗好多夾公仔鋪、手機配件鋪呢類短期租約嘅鋪頭？你將呢3樣嘢拼埋一齊，存款嘅名義數字、資產嘅估值變化同埋實體經濟嘅凋零景象，你就會發覺我今日喺度講嘅每一個字都唔係乜嘢高深嘅經濟理論，而係一個發生喺你身邊，但你一直唔敢正視嘅殘酷現實。40萬億美債唔係一個遙遠嘅新聞標題，佢係一個透過利率、匯率同物價直接壓喺你生活上嘅千斤重擔。深圳餐廳門口嗰條排隊人龍唔係消費旅遊嘅繁榮象徵，而係本地購買力外泄嘅集體避難行為。銀行嗰5厘定存唔係天降餡餅，而係一個設計精良，用嚟減慢你逃生速度嘅金融捕獸器。你可能會覺得我好悲觀，錯，我極度理性。悲觀係一種冇根據嘅情緒發洩，而理性嘅分析係基於數據同歷史規律去推演未來嘅可能路徑，並且為最壞嘅情況做好準備，同時唔放過最好嘅機會。我話2026年嘅核心思維係唔好輸，唔代表我哋要消極咁坐喺度等運到。唔好輸嘅終極目的係要確保你嘅資本同購買力能夠穿越呢個動盪週期，等到市場出現明顯嘅錯誤定價或者優質資產被恐慌性拋售嗰陣，你仍然有足夠嘅彈藥去出擊。金融市場永遠都係週期循環，有危先有機。但係如果你喺危嘅階段已經俾人割咗韭菜，連本金都保唔住，咁之後無論有幾大嘅機都同你無關。所以保住購買力就係保住你未來參與遊戲嘅入場券。點樣保？我頭先講咗嘅多元化資產配置、去槓桿、保證現金流係防守嘅3大支柱。但你要記住，呢啲策略係一個動態嘅過程，唔係做完一次就成世唔使理。你至少每個季度要好似檢視自己身體健康咁，去檢視你嘅財富健康狀況。你嘅外幣資產比例會唔會過高？黃金配置需唔需要再平衡？你嘅債務負擔率有冇因為利息變動而超出安全線？你嘅被動收入係咪穩定？呢啲自我審視唔需要你成為一個全職嘅投資者，但需要你投放一定嘅時間同心力去學習、去理解。每個禮拜花1個鐘頭睇下可靠嘅財經分析，複核下自己嘅資產分佈，望下市場有冇重大變化。呢個習慣喺今時今日同做運動保持健康一樣咁重要。呢個時候好多人會同你講，我唔識㗎，金融好複雜，我交俾專業人士搞啦。專業人士冇問題，但你必須要識得點樣去分辨一個真正為你利益着想嘅專業人士，同埋一個只係為咗賺你佣金或者為咗完成公司指標嘅銷售員。一個最簡單嘅分辨方法，如果佢俾你嘅建議係一個標準化嘅套餐，
完全冇考慮你獨特嘅家庭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同現金流需求，而只係不斷強調回報有幾高，或者唔使諗咁多，總之擺喺度就啱。咁你最好即刻擰轉頭走。真正嘅專業係會花時間去了解你，係會將最壞嘅情況同你講清楚，係會建議你保持充足嘅應急現金，至少6個月嘅生活開支，而唔係叫你盡量借到最盡，一注獨贏。喺呢個信息極度不對稱嘅金融世界，你唯一嘅護身符就係你自己嘅認知。你唔一定要識得計晒所有複雜嘅數學模型，但你一定要明白金錢流動嘅底層邏輯同埋利益衝突喺邊度。翻到呢個頻道嘅原點，識貨財經做嘅就係呢樣嘢。我哋唔會同你講冧巴，唔會教你短炒發達，更加唔會做財經演員嗰啲誇張表情同嘩眾取寵嘅標題。我哋只係用最直白，甚至係最唔留情面嘅方式，將呢啲影響你血汗錢嘅宏觀大勢、金融陷阱同埋制度性嘅不公，一層一層咁剝開俾你睇。我深信香港人嘅勤力同智慧，絕對值得一個更加公平嘅財富分配機制，而唔係成為全球債務貨幣遊戲嘅犧牲品。如果你嘅努力換嚟嘅只係銀包日漸消瘦，如果你嘅精明只係體現喺跨境去揾一餐平啲嘅飯，而唔係用喺保護你嘅終身財富，咁呢個遊戲規則一定係出咗問題。問題唔喺你度，問題喺個體系度。但係你冇能力一個人去改變個體系，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睇清楚個體系點樣運作，然後諗辦法唔好俾佢吞噬。所以如果你唔想喺2026年呢個關鍵嘅轉折點無聲無息咁俾人收割，如果你唔想幾年之後回望今日先至後悔點解當時冇做啲乜嘢，如果你唔想成為嗰啲企喺吉鋪前面望住自己鋪頭執笠嘅老細，如果你唔想成為供唔起樓被銀行收樓嘅負資產苦主，如果你唔想退休先發現份退休金連基本生活都維持唔到，咁你而家就應該做一個動作，訂閱識貨財經並且開啟小鈴鐺。呢個動作只需要你幾秒鐘嘅時間，但佢可能係你今年做過最影響心算軟嘅決定。我會持續用呢種唔轉彎抹角嘅風格，為你提供高密度嘅財經分析同埋防禦策略，揭露呢啲金融幕後唔見得光嘅操作，等你可以用最清醒嘅頭腦去應對呢個混亂嘅時代。每一個禮拜，我都會將最新嘅宏觀數據、市場動態，用最地道、最赤裸嘅方式同你解讀，等你知道世界發生緊咩事，同埋你最應該做啲咩。我哋一齊喺呢個充滿噪音嘅世界，做一個清醒嘅識貨之人。最後，我想你記住一句話：喺金融市場唔係勤力就代表有回報，而係認知決定命運。你嘅認知深度就係你財富嘅護城河。你今日睇完呢條片，你可以選擇當我係痴人說夢，繼續沉醉喺定期存款嗰5厘利息嘅虛假安全感，或者繼續用北上消費好抵去麻醉自己對購買力流失嘅痛感。但你亦都可以選擇由今日開始，用一個全新嘅更銳利嘅角度去審視你嘅每一蚊港紙，去研究點樣可以令你嘅財富唔再係呢場全球大轉移入面嘅點心。選擇權喺你手度，記住你唔係冇得揀，你只係唔知道你有得揀。而家你知道咗，大家去睇下你層樓嘅股價，再睇下你屋企樓下倒閉咗幾多間鋪頭，再計下你過去1年嘅生活開支多咗幾多，你就會明我今日講嘅嘢。行動就係由認知開始，撳訂閱，開小鈴鐺，一齊守住我哋嘅血汗錢。你識貨財經，下集再見。